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5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公民团体发起罢免国民党立委鲍坤琪，在第一阶段提议的时，花莲县府民政处长林良真涉嫌要求户政警官去人兜查对资料，引起争议。林良真甲另外2个县府的官员拢互检方起诉，法院即马是裁定林良真以50万交保限制大的所在，也有限制出境出海。然后觉得我是造成各界的困扰，抱歉。三边对媒体镜头行入会室的花莲县府民政处长民良真，牵涉到查水表的证据。民良真也有另外2名县府的官员，和检方依照违反个资法起诉。昨日到2审第2暗时裁处民良真50万交保，限制大久加出境出海8个月，用电子设备监控。谢谢，抱歉。旁边国民党立委鲍坤琪在第一阶段提议的时阵，民良真涉嫌要求户政人员去人厝内查对罢免资料。照规定，查对罢免提议人的名册，只敢若限定户籍资料的年纪、居住的期间、身份证号、地址是毋是有错误，对是毋是代签，伊若是真的假的，受选委会查扣。检方认为民良真成为主导者，烦恼拢无后悔，甚至还3度对话记录，推卸责任，并且欢迎将当量刑。民某自行杜撰说，花莲选委会进行查对工作有时间压力、人力缺乏、经费不足等理由。只是花莲县各户政事务所主任必须对罢免案提议人名册的签章真伪进行实地严格查访。官府表示，相信当年拢是依法执行职务，无不法侵害人民的权益，或者是泄露个资的不法意图。希望司法和3位当年公正的法律态度，外界也唔通用政治观点看这件代志。我们相信我们的同仁都是依法执行职务，这整个过程中，3位同仁相信他们都并没有不法侵害人民权益或泄露个资这样的不法的意图。花莲地检讲，民良真自侦查中执行羁押到即马已经有相当时间，检察官伫咧侦查阶段处境的程序也到一定的程度，考虑羁押的比例完整，搁参考检察官民良真甲辩护人的意见，做出裁定，裁处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应该当产生相当的拘束力来代替羁押。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一个艺人王大陆招商做兵这个案，检方扩大调查了后，即马发现演艺界同款，有其他人界同款，所以伫昨昏发动搜索，约谈9个艺人到案。目前这9个艺人拢已经交保。你花了多少钱赏金？靠手铐互警方带回，伊是有名的歌手陈零九，伊捌把手机啊关起来，警方具体找无人。你是自己跟警方联络的吗？对。警方几路出叫，提股票到台东抓人，同款是艺人的威廉廖叶银，也牵涉到这件代志，伊伫社群讲会主动面对配合。你花多少钱逃兵？进前被带回一个艺人陈大天闪兵案，目前约谈9犯的9位艺人交保金额，分别是威廉50万、陈零九30万、阿浩体力28万、陈大天25万、陈信辉大军20万、李全吴博士15万。另外一个姓范加姓赖2位艺人，其中姓赖的男子因为另案在押，也无约谈。有什么想替自己澄清的吗？艺人王大陆涉嫌委托不法集团假造便利盗票凭据，案件经过检方扩大调查，发现演艺圈也有其他人也做涉案的集团，开几60万，竟然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照出来换免疫。新北市民政局长林耀中捌伫咧质询时阵回应讲，是台北营总复检，因过昨案定称北部复检并不是拢伫咧北营，也有3种大大也有军变几路经。他这一个是跟医疗院所那边就是有一些不法的一个行为，那医疗院所开出不法的行为的这一个诊断证明以后，那我们只能够就是后面的医师会做相关的一个判断了。是，那我们大家也有了解一下，这里面有好几个是我们新北的。台北营总回应，当事人复检的时间离即马拢已经超过5年以上，会配合调查查出真相。议政署长表示，经过清查发现，大约有120个人有异议，已经移交司法调查，有后一步的行动，继续清查5年来的免疫男性是毋是有问题。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也若有一个原本伫新竹市某一间病院做医生姓纪的医师，伊伫2012年利用检查的时，甲一对母仔囝性骚扰骗赎。去年底互判刑判7个月，缓刑2年。也毋过呢，并无甲伊的医生牌吊销。即马就有人亚讲，伊是走去中立一间病院做医生啊，提醒民众着爱细致。这个消息真见光了后，这个医生已经家己离职。有一位网友伫咧 FB 表讲，桃园中立有某一间病院，有一位新请的姓纪的小儿科医生，竟然是因为威胁罪，互法院判7个月、缓刑2年的医生，提醒大家注意。这位姓纪的医生，2022年甲一对母女看诊做心脏超音波检查时阵涉及威胁行为，去年底互法院判刑，依附新竹市医师听解委员会处经过听诉，并无吊销医师执照。当然会啊，因为如果万一今天是我的小孩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当然会非常生气。变成说他在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紧盯在旁边。所以你觉得一开始事发就应该吊销执照？确认就算是和解也应该要吊销。同市卫生局讲，这位姓纪的医师发生性骚扰事件了，和新竹市病院听解委员会听诉，也毋过无吊销医师执照。同市某一间病院请这位医师，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民工作权的精神，今年4月提供就业的机会，而且病院典型观察医师的工作情形。今日医院也向本局表示，该医师于今日自请离职。那这方面，卫生局也尊重医院的用人权利，而本局也请医院应该保障就医的民众相关的权利，要安排后续已经预约的民众妥善的医疗照护。病院讲，因为小儿科的医生正欠人，并依法请这位姓纪的医师提供就业机会。对于进前伫咧其他病院所牵涉的事件，并尊重专业的判断，无权利干涉，也会继续用诚信、专业加负责任的态度，提供病人安心的医疗照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拢是高温，好天到济云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日是伫东半部高温有30度，也伫西半部温度搁较悬，有32度至34度。南部瓦近山区的所在温度是搁较悬，所以气象署嘛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高温的资讯，拢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也若落雨方面，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不时拢有短暂阵雨，也若暗时下晡到暗时雨会较明显。大台北地区也有其他的山区，过到了后是爱细日雷阵雨。昨在10点48分的时，伫嘉义大埔有发生地震，是规模4.5的地震。气象署针对嘉义、台南、高雄发布台东有地震的国家级警报。因为台东和花莲的民众有收到，毋过是感觉无啥啥，因为台东和花莲地震只有1级，是无啥感觉，颠倒是互警报带一条。大石头挡伫产业车道，互农民出入是互挡条。伫咧嘉义大埔乡和平村的133乡道，是当地的主要通道。经过早起10点48分，随时规模4.5的地震了后，交通规个断去。辖内这颗大石头，目前掉落在路中间。那现在已经请厂商积极赶快来做一个抢通。这笔准用是伫咧大埔乡家己的市民感受是无介深，民家厝的监视器嘛无翕到，害甲真厉害。但是嘉义、台南和高雄这所在，拢有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提起台东地区发生地震。同一个时间，离大埔乡要100公里的台东花莲的居民嘛收到国家级的警报，提起东南海峡发生真明显的有感地震，和花东的居民拢想无。无啊，我感觉啊，无感觉啊，你感觉这以后要检讨进步无？有需要。当下不知道，我只是很紧张，然后看周边的水有没有晃动。地震不在这边，却知道警报，会觉得这样有点制造恐慌。台东的实际准度是1级，但是居民嘛讲受到感染的时阵，本地是真紧张。气象署地动测报中心解说讲，这2个注意报和实际地动有争差，主因是和测站的码都有关系。位置估算错误，最主要是因为东部这一边的测站的分布并没有那么一个平均或密集，它可以来很好控制这个定位的一个位置，还有然后去估计它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准确。地动测报中心讲，为了要抢紧，国家级警报
就是地震发生了后前2秒，以4个主要测站接受资讯，来评估阵容和规模。接落来，搁较侪测站的资料回传，资讯才会搁较完整。搁来，因为受到地形和人口密度的限制，东西部的测站分布无平均，希望透过加密测站来改善，但是设立都要伫电力、通讯网络和交通拢稳固的前提之下才会当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响应2050净零排放，环境部伫明仔要推出新的空气品质政策白皮书，要公布对抗空气品质的重点，要拼2030年 PM2.5年平均达降到每立方公尺12克。不过环保团体是表示，重点应该爱是放伫建立方法，也有若是做袂到，爱安怎追究责任。来看自由时报。检食咸、检食甜，会当有防慢性病。不过到底爱检到什么程度，一直拢无一个标准。卫福部即马目前当地收集各国的资料，要来召开专家会议，按算伫今年底进前会定出标准。每年就要开始实施推动。医生是建议会当定出食品的订号，互民众来参考。来看中国时报。教育部拍算伫后礼拜，嘛要公布新修正的高中以下学校校园手机啊使用原则。未来学生囡仔揸手机啊去学校，会互老师收去集中管理。不过教育部嘛讲尊重学校的管理方式。今年9月份开学了后，就要开始实施啊。教育团体是批评教育部无担当，拢甲责任撒给学校。即阵学生囡仔使用手机啊、使用网络的情形已经是真普遍啊。有医生就提醒讲，手机啊若是过度使用，其实对囡仔唔好，恐惊会影响囡仔脑神经的发展。特定的手机啊，看最后一眼，学生就爱排队放入箱啊锁起来，等到放学才去通退回去。像台南的职工中学，若要早去学校，就要去家长填申请单。校方也会加强巡视管理。即阵科技发达，普遍大家拢有手机啊，不过若无适当使用，恐惊影响上课，活动自心。高中的话，势必现在手机还是有时候需要跟同学去做娱乐。还是会让他带去学校，但是像刚刚提到的说，让他去学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原则上是以手机柜，各班的导师他们会准备一个手机的保管箱来做管理。目前学校对手机的管理方式拢无同，有的是规定爱收起来，有的是开放交予学生自主管理。但在路中观察，若学生手机用过头，确实会影响学习成效，甚至出现学习扁平化现象。校方认为，这种需要靠学生本身的自律来维持。他充分的使用手机，使用那个网络上面的各种的查询资料来帮助他学习。但是如果他自己克制不了非学习相关的，确实就是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所以的确会造成 M 型化。有医生认为，删掉手机的情形，参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度得到成就感，去网络世界找满足感有关系。致使囡仔就会提早当大人，接触歹习惯，甚至在现实中较无法度甲人接触，连带影响脑神经的发展。青少年是咱脑神经第二道发展，咱一般讲的当大人这个时间，你当了好，你神经发展了好，你将来你就靠这地位去维持你一世人生活。你若伫这个时间，你甲训练一耍手机啊，真可惜。正常的，咱这个时代家人做伙过用，就变成一寡伤害。针对校方内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教育部暂时表示，校方行动再过的使用原则、新版规范最近的公告，按算9月新学期正式实施。未来以学生及校手机集中管理为原则，那详细执行方式会尊重各校自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亚来陆委会表示，即马特别休热，中国是继续用各种管道、各种步数，招咱台湾的少年家去中国参加交流活动。这恐惊是统战的一步。教育部长陈英尧昨昏就表示，现阶段并无鼓励，甚至政府有拍算要禁止，嘛反对学生囡仔中小学也是大学交流，敢若想到中国。鼓励学生出国来加看世面，真侪大学伫休热进前几个月，会伫官网公告休热去外国含去中国的应对。不过，陆委会最近伫社群大文讲休热就要来啊！中国最近是透过各管道来招揽台湾的青年，提醒家长和师生对专业免钱也是落地接待接无合常理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觉，避免变作统战宣传的工具。教育部长陈英尧参加活动了后讲，师生交流是好代志，但国际交流莫干那想着中国尔。以现在来讲，我不鼓励
如果要说我甚至是禁止反对，也就是说我不鼓励我们中小学到甚至大学不应该到只有交流，只有想到中国。地营要讲，现阶段是无鼓励，甚至是禁止反对中小学和大学交流，敢若想到中国。不过，私立科大校院协进会理事长纪志祥讲，大学交流，中国只是选项之一。大学内面有真侪无共的学生团体，老师嘛受到邀请，即嘛无明确的规范，对学校来讲，真正是真困扰。现在，比方讲，我们现在学生到大陆去交流，现在现有的规定，陆委会的规定是要求我们要登陆嘛。老师跟学生会提出来说，你不遵我学规则，到底在什么地方？教育部并没有说我不能去啊，陆委会不能说，也没有说我不能去啊。专家总讲，政府适度的提醒嘛是有必要的，咁要完全禁止学校的交流，应该嘛是爱保留春秋。非必要一定要到对岸这边有一些一般的一个必要性的一个这样文化或者是他的一个学术的一个交流，那当然就要去理解说对岸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或是什么样的方式，那去的人自己要有一些建设啦。侯俊良讲，一寡弱势家庭的学生，也是较欠资源的学校嘛，想要出去，但是无伤济经费，无就是去中国会当先较济引导去啊。中央和地方若是会当用专案的经费来补助，互因去别个国家，嘛会当来减少疑虑。记者综合报道。亚兰国造畅水南的原型南海鲲号，本地是4月底要进行海测，也毋过一直拖到塔拢压尾。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一切是安全抗大升，并无海测的时间表。咱国建制雷言例行无人机传输通信部组内底有中国籍网络晶片，甲因贴 SD 记忆卡装置。李伟甚至发现早期的金风一型攻击无人机内底也捌使用中国籍元件。会不会以后无人机飞上去，不管侦测到什么、看到什么，其实资料还没有回传台湾，都已经回传到对岸了呢？这2型无人机都还没有量产，是在试研制的阶段。然后我们在试研制阶段，这个东西是从国外进口的。那进口以后，我们在进口检验的时候，发现里面的确有它的 SD 卡是中国制的，那我们就要求原厂要能更换。那以后量产的时候，刚刚讲的一系列的程序都要来加以严格的管控。哪一些是要飞后？就是这一个的标准是不是一致？我们分成5类。我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可能桌子，这个绝对不需要说费录制嘛。那有一些，我想比较大家很清楚，就是具有传输功能的，那我们当然就确定一定是不能够用。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国产无人机采全机飞航，包含产地品牌、内部元件拢袂使用中国籍。讲这2个案件拢是属原型机的阶段，量产时会更加严格来管控。不过，伫国造接南部分海鲲号原定要伫4月进行海测，可是延到即阵。郭立雄讲，会以安全为最高的原则，无时间表。媒体报道说什么样特别随机的要如何，我想这些都是一种纯属一些臆测嘛。我想我们就是以安全为上，然后备变之后，在适当的时机自然会来进行海测。另外，国防部114年度业务费预算，共冻结大约744亿。立法院外委会则是同意改动54案，大约是11亿2000万块的预算。郭立雄也呼吁，除了占南后续南的经费，其他改动报告拢会送出来，希望调研来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那因应美国的对顶关税，立法院的联席会议昨昏是审查4100亿特别预算条例草案。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有提出因党团的版本，是主张讲爱把拨补台电1000亿，还有国土安全润成1500亿的钱抬掉，认为这些钱和关税拢无关系，是希望要把这些钱改做全民普发现金，一人1万块，也是6000块。因应美国对顶关税，行政院调2通过规模4100亿，因应国际情势强化经济社会甲国土安全润成特别条例草案。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甲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拢主张讲，这个草案应该爱甲拨补台电1000亿抬掉，因为台电亏损是能源政策的问题，甲关税并无关系，应该改做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或者是6000块。除非说保证在2028年赖清德总统第1任结束之前，不再涨电价，台电要做出这个保证，否则1000亿我们不可能给。拨补给每位民众，不是拨补给这个台电的1000亿，这个要删掉，是应该是给全民普
发每个人6000块钱。另外，针对在野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要求甲国土安全润成1500亿台调。海委会甲国防部回应讲，面对中国军机军舰真接扰乱台湾，那提升海巡经防冷体甲硬体，还有军事基础设施等等，会当强化国土防卫力量。它必须从水下、水面到空中，基本的能力赶快要到位。这笔经费是保命的经费。灰色地带的建案是可以马上降低我们国军官兵应对灰色地带冲突的负荷。因为调野党团甲立委提出的版本拢总有5个案，立法院经济甲财政2个委员会10时早起召开头一届联席会议进行审查。在野党立法院党团拢强调讲，因支持强化国土防卫，不过这会当透过追加预算或者是编特别预算来处理。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关心拜二立法院是3读通过核管法修正案，若是在接照到期了后的核电机组有提出申请，就当继续碰。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根据目前的环评法，核电机组要延长时间，也是要重新启动，拢唔免做环评。有立委是质疑讲这是错误的讲法，也毋过彭启明表示，目前正在进行环评总体检，后半年环评法嘛启动修法。黄杰委员，请。核管法修正案包括申请限制，就算核三厂2号机伫5月17日运转接照到期，未来也是在随时提出搁再运转的申请。不过，环境部长彭启明讲，依照即阵的环评法，运转40年的核电厂当年无进行环评，若是要重新启动，也是因伊依然无需要环境评估。当然了，如果要整个有一些改变，那真的要去修改现在的环评法。的确，我来担任环境部长，我听到这样一个逻辑，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重启或是延役不用环评，然后除役反而要环评？至于这款的讲法，其实做立委批评有错误。这个不是旧权利的延伸，这一张执照就是40年，40年以后你还要再继续给他，这个叫新权利的赋予。当然要重启环评。早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国民党立委赖书宝问台电重新启动一波基础费用，台电讲至少爱代票3000亿起跳。对着在野党希望互特别度1个核3 2号机直接继续运转，继续接续落去。台电讲伫时间上根本无法度，因为核安会也未定出这个司法，台电评估嘛爱时间。左轨点2点，5月17日。这个核3如期除役，是安尼，就是没理由。今天是5月14、5月17要重新换照，又要有审查的期间，这怎么可能呢？牢固的基础换照需要检附老化评估、甲管理报告、安全分析报告等等。未来是不是增加更加多评估的项目？核安会讲需要清点了后才知影。最近真受关心甲注意的核3 2号机，早期出现设备故障，降载到90%劣功率，检修了后将发度恢复本载。核安会讲这摆事件属有发电稳定性问题，无牵涉核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籍的初级主教普瑞佛斯特，选调成教宗，伊的名号是梁14世，是第267任教宗。伊伫18时就要就职，总统府伫昨昏发布总统令，派前副总统陈建仁代表咱国去参加就职典礼做特赛。新任教宗梁14世就职典礼将于5月18日举行。赖总统指派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总统特使，代表我国出席就职典礼，以传达我国政府、人民及天主教社群的诚挚祝贺，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台泛邦谊，共同实现和平及正义，建立台泛关系新里程碑。陈建仁伫4月26日时，才受总统赖清德指派做台湾的特使去参加教宗彭济各的丧礼。外交部即马表示，陈建仁因为甲教廷的关系真亲，咱两国邦交嘛已经有83年，台湾会继续和教廷深化合作，要来共同实现和平和正义，为世界做出贡献。来关心台币即马当在超关税，也来咱台湾的企业嘛要扩大去美国投资。要进攻 AI 市场的鸿海，就已经投入46亿的台票，摕到
在当地土地和厂房，也有环球晶圆是启用伫德州的晶圆厂。带团去美国的行政院秘书长金明显是表示，台湾愈强，安尼美国就当减轻美国负担，希望台美做伙合作，做伙变强。伫选择美国投资国防会会场，台湾访团甲 AIT 处长做伙翕相。带团的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嘛欢喜比赞，这届台湾代表团创下年度规模上大。龚明鑫嘛甲美国讲，台湾愈强，就愈会当减轻美国的负担，希望台美合作，创造双赢。很多是一些跨国性的企业哈，在美国本来就有投资啊，甚至于很多的企业在墨西哥有投资，他们也在思考，就是说很多的这些供应链是不是要适度的移到美国来。龚明鑫指出，在川普对顶关税政策之下，台湾的企业当考虑强化对美国的投资。峰会在马里兰州举行的时阵，2间指标性的台湾厂嘛甲重点放伫德州布局。伫德州东北边的小门市，环球晶地产工厂这礼拜就要落成。啊，若是伫东南边的 Houston 附近，鸿海集团投资台票超过46亿，摕到这的土地。鸿海最近注重电动车在内 AI 市场。毋那5月底会发表华语大型语言模型 Box Brain， 伫德州 Houston 迄块地啊，嘛有土地甲厂房，目标就是要扩大 AI 服务器的产能。In Texas, as a state, we have about 2,600 or so individuals. 2,000 of them are playing a role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data server. Our strength is our regional diversity. That's the message for our customer. 遐那 AI 产业链真重要的晶片，大厂环球晶圆子公司。因为美国前总统拜登的晶片法案，摕到美国商务部上济4亿600万美金直接的补助，因下底伫德州12寸先进制程石晶圆制造厂，伫美当时间14就要落成启用。We're a Taiwan-based company, but our chairman CEO is a global thinker. She definitely is embracing President Trump's U.S. first agenda. And we believe that we're going to benefit from that. 毋那德州的土地甲水利资源，离厂区无偌远的达拉斯，嘛有大量的技术人才。伫外交部长林佳龙去德州了后，经济部长郭志辉嘛去见证环球晶圆下底德州厂因落成的典礼。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马里兰州报道。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去中东访问，17时已经到卡达。上新消息是，卡达即马要和波音公司签订单，因要买210架飞行机，这是价值960亿美金。川普表示，这是波音公司有史以来摕到上大的订单。We will now witness the signing of an agreement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between the state of Qat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卡达国营的卡达航空这次签协议，采买美国波音飞机，这是卡达航空史上上大笔的订单，包括130台波音787梦幻客机，30台前正久的777第19公体客机，还有50台飞机的选择权。卡达航空也甲美国航太发动机制造商基业签协议，为波音飞机提供超过400台配换引擎，这也是基业史上上大笔的跨地飞机引领订单。After signing these documents, we are going to another lev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Qat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oeing, that's the largest order of jets in the history of Boeing. That's pretty good. 140, was that a 140 or 160? Yeah, but you're right, it's actually 200, including the 40, so it's over $200 billion. 波音最近因为重大飞安问题，制作的缺失。成本超支，抑有罢工的问题困扰，而且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中国取消接受飞机。北京估计波音飞机这项交易是960亿美金，并且讲这项交易将会为美国带来1年154000个工作机会，并且伫咧规个生产加交付期间，带动超过100万的就业机会。川普出国访问的第一天，伫咧沙特阿拉伯突然间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制裁，所以伫当地甲叙利亚临时总统夏达见面，强调目前是写叙利亚历史新页的机会，要来接去卡达。卡达航空的官方讲，这边交易将会和233台飞机的机队规模增加要到1倍。川普伫咧出发进前，卡达提议讲要送一台价值4亿美金的豪华飞机，当作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新飞机使用，也可能引起大家对川普要接受飞机，并且一直辩护有更加侪检视甲想法。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普丁是建议5月19日土耳其的艺术谈判甲乌克兰直接谈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爱普丁亲身到位，伊才会去参加。也罗西亚即马公布谈判名单，内底并无普丁。美国官员嘛表示，美国总统川嘛袂去。来关心法新社即马报讲，柬埔寨长期以来和北京关系拢真好，是中国的盟友，接受中国几啊10亿美金的投资。柬埔寨和中国伫今仔日，因要做伙举办两国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中国嘛展现上先进的军事装备，包括火炮和军舰。来关心南美国家乌拉圭前总统穆斯卡过身呐，伊是食到89岁，人讲伊是世界上上善财的总统。因为呢，伊在做总统的时，伊甲9成的薪水全部拢捐出去做公益、做爱心，伊若伊的官舍嘛捐出来做慈善，伊真受当地人的敬重，是乌拉圭上受欢迎的总统。继续关心，即马台美合作有抓到诈骗集团，伫台湾抓到一个姓廖的查某干部和一个负责领钱的共犯，因是对2023年6月份开始用感情诈骗，骗美国的被害人投资。诈骗金额有新台币1亿7千多万，因这查某干部是倒来台湾的时候抓到，台中的检方即马已经甲这2个人起诉。画面内底穿白衫的是涉及下国诈骗案姓廖的女干部，今年1月倒来台湾互抓到，警方嘛另外抓到一个49岁做车手带头姓黄的查甫人，也让2个美国籍的共犯嘛伫美国互抓到。台湾检警联合美国抓到以感情拐人投资的下国诈骗集团，拢总抓到6个人。那廖贤呢？他不仅在美国指挥车手去做取款，还有去上缴赃款的动作，他也在那边呢用其他国人的护照资料去开账户，去购买虚币以及一些高价的精品。这个姓廖的查某人是诈骗集团高阶的干部，2023年6月开始。摕因朋友的护照，伫美国开人头口座，再以小额投资趁钱，得到受害者的信任。了后要求汇钱去指定的口座，利用美国籍的车手去提钱。目前已经掌握3个美国籍的受害者，不法所得差不多台币1亿7千多万。这个姓廖的查某人甲姓黄的查甫人，互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洗钱、违反护照条例等罪来起诉，而且分别求刑10年甲5年。他们在把这些钱转换成这个泰达币或者是比特币这些虚拟币来出境美国、台湾那获得了这些法币之后呢，就回归到台湾，或者是购买奢侈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事情。That followed has not only disrupted this criminal enterprise, but set new precedents in cross-border investigative cooperation. 这个案件是台北执法机关最近联手抓到重大下境诈欺洗钱的案件，这嘛是咱国甲美国签署刑事司法合作协定以来。头一届由检察官去美国，直接伫当地审问证人，嘛开创下境犯罪司法合作新的模式。咱台中检方嘛伫14下晡，请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甲查扣起来物件拍卖，其中这支选召手表啊，以3900万拍卖出去，拍卖的钱嘛会摕来还予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杨梅进前有发生4个越南移工和学生伫大个所在用化碳中毒死亡。最近伫越南的社群媒体顶悬有引起讨论。人权团体认为，移工住伫工厂，若是发生事故，死伤拢是真严重的，所以建议大个所在和做事的所在爱分开，嘛爱加强因逃生的演练。甲金刀翁仔送转去往生者伫越南的厝里，伫遐听候真侪天的4大人是哭甲死难随。这个往生者才20多岁，伊甲因朋友拢总4个越南移工甲学生，5月初伫桃园杨梅，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案件当中不幸过往。这个事件伫台湾的讨论并无多，不过伫越南的社群媒体是引起正人的讨论。关心移工权益的台湾独立媒体因有相关的报道。有些网友他就说：“你要去加强他们使用瓦斯的意识，协助这些移工去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让他们的职场安全更加的有保障。”透过独立媒体的报道，希望政府尽力来保护这来台湾贡献劳动力的外国移工，包括工课场、住宿各方面的安全。不过嘛认为讲，这个案件显示移工个人安全的意识也要加强。人权团体认为讲，这个案件凸显移工的工厂甲大个所在甲做伙，或者是移工长期互强迫住爱住伫个渔船仔顶悬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包括雇主、中介、那个资方呢，他想要节省成本，然后没有考量到移工的这个尊严的这个基本人权所导致的这个情况。工厂的安全风险比较高。因为它的环境其实不适合居住，离开这个场域是降低，就是说安全风险的发生的问题。人权团体分析，工厂甲大个所在合作伙，或者是渔港防强表带伫渔船仔顶，必然发生火灾等等的情形，渔港若走袂离，就有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另外，亲像去年发生的台中全联仓库的大火，造成几个劳工不幸死亡。真侪工案的意外，拢有渔港伤亡的情形。除了建议工厂甲大个所在爱分开，政府爱加强宣导，头家人嘛爱加强导向的演练，保强渔港安全的意识。记者综合报道。过几工啊，就是5月20。今年2005年5月20，华语我音爱你爱我我爱你。所以新北市的民政局就表示，照英国的经验来看，当年的2月14、3月14、5月20这3天，拢是较侪人去登记结婚的日子。即马行政人员就建议讲，为着要避免塞车，其实会当提早3天去办结婚。那结婚的日子，同款会当设定伫5月20。2020年5月20迄天，虽然面对着疫情，不过因为华语的2020甲爱你爱你真我音，华语的520听起来嘛真像我爱你，真侪新人感觉真有意义，挂喙暗就去登记。根据内政部的统计，2020年5月20，拢总有6007对的新人去登记结婚。今年2025年也因为有我音，户政事务所预估应该有真侪对新人选择伫咧即天来登记结婚。比如说我跟你结婚，然后说他要就是女孩子比较特别，说她想要一个什么宝宝啊。在520之后，我们才打算要结婚，就是时间到就可以看个日子 ，OK， 好记就 OK 了。新北市民政局指出，特等的2月14、3月14、5月20这3天，拢是上侪人登记结婚的日子。为着要消透520迄天结婚的人潮，避免结婚流程塞车，户政事务所也提醒民众会当提早3天去登记，只要用指定结婚申好日这项服务。虽然是提早办，不过结婚也是会当是520。结婚登记的前3个办公日，今年的话就是在15、16、19号。可以先来做结婚登记，那也可以指定5月20号为结婚登记的生效日，这样很方便啊。比如说，如果是当天有事不能去的话，我就可以提前先去登记。户政事务所除了鼓励新人会当办理提早登记结婚，指定申好日的服务以外，户政事务所也已经布置好背景，也会准备礼物送给新人，祝福新香炉、新地果双双对对，万年富贵。记者戴阿双、柯敏哲新北报道。为了要鼓励少年家结婚生囝，内政部最近有在规划讲，少年人去申请社会主体也是青年主体，总共有结婚有生囝，租金补贴会当搁加一寡。但阁有民众是认为，干那补助是无啥物路用，爱彻底解决厝价相关的问题。少子化国安危机愈来愈严重，行政院长杜英泰13表示，面对问题，内政部要推出混育体。带伫青年主体，或者是社会主体，担心民众若结婚生囡仔，租金补贴会阁增加，而且生一体就加50%，阁生一体阁加50%。针对大约台湾有20万户的婚育的这个家庭要结婚跟生小孩，那如果你生小孩有1胎或者2胎以上的话，都会做加码的补助。那这方面的评估计划呢，我们正在跟行政院争取当中。孩子是国家重要的资产国家孩子应该国家一起来养了不是只交给年轻的父母。租金的这个补贴，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养小孩很辛苦嘛，我觉得不只是在住上面要做相关的补贴，我觉得在食衣住行，政府都应该提出相关的。那立法会拢对政策表示支持，不过有民众认为，安尼诱因无大，应该优先解决高厝价问题。就是还是不够多，我觉得养小孩还是太贵，房价先降低的话比较有可能。因为我也是想要先买房，然后再生小孩的。我如果还在租房子的话，就是我可能不会这么快想要，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小孩的负担。学者分析，这几年物价通膨、经济压力提悬，加上现代人工时长、托育加居住环境这因素，拢会影响少年人决定是不是要结婚生囝。持续的加码，
或者推出婚育债，那你顶多是维持还在我们的这个生育率在0.9到1，还是1以下，除非我刚讲的观念要改变。学者建议执政者应该倡导婚姻甲家庭价值，另外一方面也为教育定根，而且为每一个方面强化婚姻甲家庭的观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台中捷运南线特别动工啊，伫昨昏举办签约的典礼。市长卢秀燕表示，这条捷运是台中市第一条捷运，这是由台北市政府规划做顾问，按算伫6月份要动工。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台出现伫咧台中市府，嘛宣告台中捷运南线进度往前行一大步。台中捷运南线机电系统甲机厂，也有主变电站通报工程，10时举行签约仪式。两位地下市的市长同齐见证，嘛代表南线正式进入工程的执行。卢秀燕表示，除了宣告台中市的捷运进入新阶段，嘛要宣示伫任期内推动中部捷运路网的规划。未来我们是期限7、8，虽然我的任内只剩1.7个月左右，但是我会负责任的把中部的未来几条捷运妥善的规划，同时追进度。未来我们2座城市捷运工程局之间的合作是无缝接轨，合作无间。台中市府表示，已经完工的中捷绿线是委托台北市来起的，嘛是中部的头一条捷运。所落来南线的工程，会请台北市府做顾问，台中市府家己来起。甲绿线的都会路网无同，这条南线定义做城际运输，形成12型的路网了后，串联台中的山海线，总长24.78公里。市区的12站是伫咧地下施工。海线8站是高架型的，计共是20座车站和1座维修厂。市府表示，规条路线包含高架甲地下化，难度不小。那因为我们台中市地底下属于软砾层，那软砾层的时候，变成在施工以后前人在钻掘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哦。但是这部分呢，我们会在整个履约建造的时候会特别来加强。台中捷运南线总预算1615亿，其中4.5亿是市府家己种的。因那10时的机电工程完成签约了后，会由4个公司组成下个团队来执行。整体工程6月动工，预计2035年完工。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嘛是交通，这是高雄市交通局最近伫三民区的一搭巷仔画新的人行道，也毋过当地人是真怨叹，因讲这新的人行道画甲有够宽，害因出入拢无方便，而且嘛看到奥多摆就直接徛伫人行道顶悬。也人交通局是解说讲，新的人行道是画较宽，是因为安尼当缩小车道，车速就会变较慢，对过路人要过路较安全。三民区大昌一路这条巷仔涂骹这一大片青色的，拢是新规人行道。不过伫现场看，无几个人行，颠倒正侪奥多摆徛起来顶悬。交通局5月初才拄做过一搭保护型漂线人行道，原底用意是要改善当地交通，让过路人较好行、较安全。不过当地居民说不认同。比如轮椅专用道或者人行专用道刚刚好够用就好了相对的，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我们民众要车子要出来或干嘛，也比较方便一点然后现在是觉得哇，一个人在这边走路那么大。因为附近有便机停车的需求悬，居民认为新的人行道敢若好着外口人，而且人行道甚至是比车道较宽。对此交通局表示，原地无专用的人行道，路口等越的车速更紧，对过路人来讲真危险，所以才缩小车道为人行道。有来便的民众表示，即摆人行的路甲停车的所在拢清清楚楚，是真安全。那为了改善通行环境，那交通局设计将停车格内推，于车辆与行人间设置一个停车带缓冲区。同时也缩减车道宽度，降低车速。其他方式嘛，为遮内底较早为含这个车辆安尼来去去安尼小客，安尼真好就车奥多摆放伫中，人行道放伫遮，安尼前进很有安全感。有民众质疑原地人伫行阿摩土地，大家小坐菜车，搁囤物件占用。交通大队表示，遐是倒旧的私人地，无法可管。交通局指出，陆续已经完成117搭漂线型人行道，这搭新的人行道地方若是有无共的声音，后续有需要因会来做调整。记者柯家如区交用高雄场报道。
当当前有800多个白色恐怖受难者和家属做伙提出，要甲5月19这天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嘛爱设定做国定纪念日。行政院伫去年就核定这天是白色恐怖记忆日。严格定日啊，立法院伫修正纪念日甲祭日实施条例时，宣布甲放入去。昨昏，就民间团体和学者甲白色恐怖受难者，拢表达不满，认为这对咱台湾的转型正义有正大的伤害。删除记日，删不去白孔历史，删不去白孔历史。519不敢纪念。519不敢纪念。民间团体和学者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同齐发口号，针对5月初9立法院通过4天加上1天的国定假日表达不满。因为原本部分版本的草案有提出519白色恐怖记忆日，不过稍有人抬调。学者和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拢表示，这个举动是对民主搁再一摆的伤害。他们不敢面对转型正义，不愿意接受转型正义。第二个，他们不愿意站到台湾的主体立场去思考问题。我们的记忆日事实上呢，不是怀着恨意，而是事实上希望能够消除这样的恨意，消除这样一个对立。另外，民间团体也认为，这届纪念日和祭日实施条例的修法，甲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正重要的日子抬掉，若是互民主倒退路，更加是推动转型正义、建立社会共识真大的障碍。下一步，他们可能就会删除2287纪念日，开始要来抹除、要来清洗我们台湾人的记忆，包括我们对于土地伤痕的记忆，对于台湾历史的记忆。学者表示，2当前800多个白色恐怖受难者前辈家属共同的诉求，行政院也伫去年核定每年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反省维权历史。也若根据司法院档案资料，戒严38天内，大约有20万人受难，影响济家庭。抬掉纪念日是对民主历史的无尊重。民间团体表示，因为安尼就准拄煞，会继续用无共方式，互大家记掉这天，反省这段历史。记者刘家嘅谢桂玲、林飘凯台北报道。有网友昨昏伫网络顶头看文章，讲看到伫基莱山屋附近发现一只死去的水鹿的尸体，而且这只水鹿的身躯阁有2个孔，即马确定是枪支孔，无排除是有人想要挂鹿角，转甲水鹿啊断死，即马已经启动调查。今日 Facebook 登山社团有一篇文章，在奇莱人线山屋附近发现了水鹿尸体，鹿茸断裂整齐，身上疑似留有弹孔。不排除是有心人士为了取得鹿茸而猎杀水鹿。太管处已会同保七总队第9大队进行搜证与调查，查证属实将依国家公园法第3条裁处新台币3000元。另外，涉及到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猎捕行为，依野保法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以及100万元的罚金。透过相片，咱会当看到这只水鹿啊，伫头壳和身躯拢有孔，而且即马确定这是枪支孔，而且伊的2支鹿角拢已经互挂掉啊。太管处即马初步确认，这只水鹿啊是互枪杀的。今仔日就和相关单位做伙去会勘，卖调监视器来找涉案的人。台湾水鹿是咱台湾保特有的亚种，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嘛呼吁民众爱同齐来保育咱台湾珍贵的生态资源。所以来关心高雄卫武营最近出现真罕见的过冬鸟赤喙喙，真侪人拢小真来翕相。所有人用4脚来为着要来成鸟啊，个人为着要翕到鸟啊真实的画面，伫竹啊顶头抹油，互鸟啊徛袂知。市府即马已经赶紧甲竹啊撤掉，嘛讲会加强巡查，发现有人破坏生态，会罚6000块。大大的喙，规身躯拢是红色的毛，这是罕见的过冬鸟赤喙喙，初五出现伫卫武营的模样。真侪鸟友拢走来等要翕记，但是这2天翕到的相片煞是生做安尼。鸟仔脚甲腹肚顶悬，毋知去告着啥。12这天有鸟友发现去查才知影，原来是赤喙喙叶的竹仔顶悬去互人抹牛油，赶紧通报农业局。高雄市野鸟学会表示，这已经影响到自然生态，尤其有鸟友为着要看赤喙喙，佮用4脚来成鸟仔，希望大家爱自律。讲伊应该是休2天啊，只第继续等于北部，比如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嗰边啊，但是伊即摆留伫遮，对于来讲是毋是好代志嘛？毋知，但是即摆最近这2天佫发现讲，竟然有人伫迄个竹仔顶下抹牛油，
我唔知影伊目的是啥，但是我有听到边仔人咧讲是，讲希望伊徛起咧徛袂掉，伊死了天开啊，就翕到迄个天开死了天开的迄个。绝对不是好方式，因为不只是滑倒而已，不只是不能猎食而已，它可能会受伤。接到交友通报了后，13公园处随派人去甲抹牛油的竹仔拢先除掉山走。其实进前就捌发生民众为着要翕到鸟仔，甲边仔会扎到的草仔竹仔拢除掉。公园处表示，这破坏公园的行为已经违法，若是查到会依法处罚，因会加强巡查。如有破坏公园环境行为，如违法，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20条规定。针对民众为着要翕相用物件来生动物，也是抹牛油这款行为，农业局强调，因为目前的法令无一个真明确的规定，因会先可控，而且民众爱自律，尊重大自然的规矩。记者柯家族副教用高永昌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洛西亚的首都密苏科，这个地下铁已经有要挖100年的历史，而且这个地下铁拢设计甲真有艺术感，每一站的风格拢无同款。伫地下铁行一转，都袂输伫行瀑布馆。真侪人来到洛西亚的首都莫斯科，可能会想到克林姆林宫悠长式的高等这地面建筑，但是真正的毕竟其实是藏伫地面下。今年已经90周年的莫斯科地下铁，毋但是方便国紧，嘛以整个真水有名。已经有真侪车站红列都是国家文化遗产，不管是条啊、天棚还是壁面，拢都是真水的窗仔花。好乘客敢若来到博物馆，有的设计师以沙红的风景做灵感，有的是未来主义的路线。标画顶悬工人农民的形象，代表老百姓享受进步。Часто пользуюсь каждый д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что, не знаю, но очень комфортно, почти всегда свободно, как-то просторно, наверное. 这地铁站是见证洛西亚特殊的历史。一寡地铁站捌伫二战的时阵做临时的防空壕，后面将美德军的空袭。冷战时期，一寡地铁站是方设计做会当承受核武的攻击。В ноябре 1941 года на Маяковской проходило очень извест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Моссовета, на котором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На этом совещании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одно из ключевых решений, которое вообще повлияло на ход всей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 том, что Москву фашистам не отдадут. 对1935年第一摆通车，一直到今仔日，莫斯科地铁已经变作有16条路线，302个车头的真大的系统，要一世纪的历史，和车头真特别的美学的风格，嘛入去到大家莫斯科居民的生活内面。公视新闻优派准备译。关心天气，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